自2024年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致命的欺骗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士师记》16章第1节到31节。参孙来加萨，伫遐看到一个妓女就甲伊困。有人甲加萨人讲，参孙来到咱遮，因就透暝甲伊包围，规暝静静伫城门埋伏。因讲天光咱就通杀伊。参孙困到半暝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2支门屉甲门弓拢摕起来，下伫经头，举起希伯伦对面的山顶。后来，参孙伫索列山谷爱到一个女子戴利拉。费斯人遐的首领去找迄个女子，甲伊讲：你着甲参孙闹话，看伊是安怎遮尔有气力。阮着安怎做，才会当较赢伊，甲伊绑起来，甲伊制服。阮大人就互你1100块银。戴利拉就甲参孙讲：请你甲我讲，你是安怎遮尔有气力？着安怎才会当甲你绑起来，甲你制服？参孙应讲：人若用7条还袂干的绳仔甲我绑，我就甲普通人同款无气力。费斯人遐的首领就摕7条还袂干的绳仔互戴利拉，伊就用这甲参孙绑起来。迄时已经有人伫伊的内房伫长等，伊喊讲：参孙，费斯人来要掠你。参孙就踹断绳，亲像踹断火烧过的麻丝，安尼伊大气力的秘密，人犹原毋知。戴利拉甲参孙讲：你甲我骗，讲白贼，呾你着甲我讲，安怎才会当甲你绑起来？参孙应讲：人若用毋捌用过的新绳仔甲我绑，我就甲普通人同款无气力。戴利拉就用新的绳仔甲伊绑起来，对伊讲：参孙啊，费斯人来要掠你。迄时埋伏的人密伫内房。参孙就踹断绑伫伊手骨的绳，亲像踹断一条线。戴利拉甲参孙讲：你到呾还骗我，讲白贼，请你甲我讲，安怎才会当甲你绑起来？参孙应讲：你若将我7股的头毛甲1部的线织做伙，用起仔定底就会当。戴利拉趁参孙伫困的时，将伊的头毛甲1部的线织做伙，用起仔固定，然后喊讲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来要掠你。参孙醒起来，将起仔1部机的绳甲线做一个掰出来。戴利拉甲伊讲：你无真正信任我，哪会当讲你爱我？你已经骗我3遍，无甲我讲你的气力对倒位来。戴利拉逐日用话甲喙甲逼，互伊的心烦甲要死。参孙就将心内的秘密拢甲伊讲。我的头毛拢毋捌用剃头刀剃过，因为我对出世就奉献互上帝做拿西尼人。若甲我的头毛剃起来，我的气力就失去，我就无力。
甲普通人相款。大日仔知影参孙将心内的秘密拢甲伊讲，就找人去甲非利士人的首领讲，请恁过来一遍，因为伊已经将心内的秘密拢甲我讲啦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带阮去大利拉遐。大利拉互参孙困伫伊的骹头屋，叫一个人来甲参孙即个的头毛剃起来。安尼，大利拉互参孙失去气力。大利拉话讲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来要掠你。参孙醒起来就想讲：我要亲像前迄几遍家己警愧，毋过伊毋知上主已经离开伊。非利士人甲伊掠起来，压伊的目睭，带伊去加杀，用当连甲伊连地，互伊伫假年下晡。总是伊的头毛剃起来了后，搁渐渐长起来。非利士人的首领自责，要献大祭司，互因的神明大袞，欢喜庆祝。因讲：咱的神明已经将咱的对敌参孙交伫咱的手。人民看到参孙就学了因的神明讲：咱的对敌毁坏咱的土地，杀死足侪咱的人，打咱的神明已经将伊交伫咱的手。因非常快乐的时讲：叫参孙出来，互咱彼人佚佗。因就甲参孙对假年压出来，伊就互人彼人。因互伊徛伫两支条的中间。参孙甲牵伊的手的囡仔讲：请你互我摸着天庙的条，互我活因。迄时庙内男女客家满满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嘛拢伫遐。伫庙顶的边台，得看参孙互人彼人的男女，大约有3000人。参孙对上主求救，讲：至悬的上主，求你袂记得我。上帝啊，这一遍就好，求你赐我气力，互我为着两蕊目睭对非利士人报仇。参孙就揽天庙的两支中条，正手揽一支，倒手揽一支。参孙讲：互我甲非利士人做伙死。伊屈身出大力，庙就倒，跌死遐个首领甲内面所有的人。安尼，参孙最后杀死的人，比活地时杀死的搁较侪。参孙的兄弟甲伊老爸的亲族，拢落来受伊的身尸，甲伊扛上去安葬伫索拉甲以实德的中间，因老爸玛拿阿的墓。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致命的欺骗。根据《民数记》第6章1节到21节，一个人做利属人，也就是拿西尼人的期间，是圣化归上帝，必须遵守真济规范。总是参孙再度做利属人，无应该做的代志。今日的经文记载，参孙到非利士人的加萨城。伫遐，伊拄着一个妓女，就甲伊困。参孙随从肉体的欲望行，亲像袂介意这会抹杀家己。当参孙屠杀非利士人，
毁坏因的农作物了后，非利士人对伊的敌意愈来愈深。想袂到，参孙才对非利士人的困迫中逃脱，但搁再陷入诱惑甲危险。虽然参孙安尼任性妄为，不断落入试探诱惑，上帝也愿意使用无完全的参孙来完成伊的作为。参孙并无对错误经验中学到教训，伊来到扫勒国，搁爱上一个名叫大利拉的女人。大利拉看钱较大过爱情，受非利士人买收，就利用参孙对伊的迷惑，引诱伊讲出溃烂的来源。大利拉一再引诱参孙，欺骗伊的感情，参孙却完全无意识到漏泄秘密的危险。就算参孙互大利拉套话，3遍受困迫，犹原无学着乖，最后还是甲关系利属人身份甲溃烂来源的秘密，拢讲互伊知。即次参孙真正失去溃烂。若无分辨引诱和白贼话，咱也是会陷入伫危险的中间。台湾历史上的今仔日，是互人感觉残酷、悲痛的一日。1947年2月27日，因为早7:04分执法过动，过长日引发各地的抗争。2月8日即日天下晡3点，警备总司令宣布戒严，佮派兵巡逻、开枪、扫射，真侪人因为安尼丧命。伫冲突了后，迄时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的陈其3月初6暗时向国人来广播讲，中华民族最大的德行就是宽大，无以怨报怨。阮对日本省家己的同胞，检讲袂发挥宽大的美德嘛。等于将面孔骗台湾人，要用宽容相待；另外一方面，却等待援军到位，准备大开杀戒。面对残酷的党国政府，台湾人经历极大的伤害。伫长期戒严统治下，台湾人民被迫噤声，但是也有人清醒向无公义的政府发声。才会正义之声将伊促使政府道歉，搁订定2八和平纪念日，互后代谨记悲痛的历史，不再重蹈覆辙。事实参孙原本受上帝呼召做利属人，上帝赐予伊特别的气力，诚侪带领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伊的父母谨守上帝的吩咐，用心养育伊成长，伊却接二连三放纵情欲，追求非利士的女子。尽管一再受诱惑、欺骗和攻击，伊的情欲也驱使伊进入危险之中。参孙互情欲冲昏头，无法度清醒，将伊落入险境，直到性命的尽头。参孙真心呼求上帝帮赞，最后甲敌人同归于尽。面对诱惑甲欺骗的时，愿咱会当清晰思考，分辨真假，无落入陷阱，以免付出惨痛代价。默想，面对欺骗甲谎言的时，我要安怎保持清晰的思考？
面对欺骗甲谎言的时，我要安怎保持清晰的思考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是真理的主，求你赐我智慧分辨真假善恶，不致落入欺骗和有色的陷阱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